惊打死的年日到，因为伊的军早就已经宣告伫溪水边，伊的军宣告溪水边。那伫咱的性命的中间，咱的军有宣告伫上帝，咱性命的源头也无。OK， 这对咱来讲是真水真水的提醒哦。咱来吟今仔日要吟的诗，521首，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咱。来，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咱。叫做看了就欢喜，颜面真是贪得意，难怪伊三听，难怪伊三听，难怪伊三听，就诚心来帮咱。咱定定有一句话讲，小赌安怎？小赌会着。所以今仔日我若勇壮的时，看到身边有比我较软正的，我就伸手。有一日我嘛有欠缺，有一日我嘛会年老，有一日我嘛会拄着代志。迄个时，因为普通时我有直咧关心边仔需要的人，到迄时若到，真侪人用因的疼来扑探我，所以咱着彼此相疼，真要紧伫遮。来，咱搁看隔壁首522首。真爱是够宽容，来。真爱是够宽容，搁有慈悲，真爱无一道。真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看生气，袂为着人的歹扣分。也爱不义，只有迄真理，凡事顿论，凡事顿论，凡事相信，凡事忙，凡事顿论，凡事着顿论，忍耐永袂无去。真爱，这世间上需要的是真爱。这世间逐个人拢伫咧追求的也是真爱，因为伫真爱的环境的内面，逐个人拢有安全感。咱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呼召的下面，虽然天气有一寡变化，总是阮来用欢喜的心来到上帝的殿里。要来甲主，阮的上帝三甲伫遮见面。阮恳求上帝领受阮的祈祷，阮恳求上帝你领受阮的懊恼的声，因为阮的祈祷懊恼拢是对阮的心底。阮恳求上帝你找圣神伫阮的中间，通过圣经，通过宣扬，通过阮兄弟姊妹三甲伫遮亲睦，你圣神开拓阮的心，互阮会当晓悟上帝国的道理。但愿上帝啊！你用你的话来养持阮，你用你的话来建立这个教会，你用你的话来互阮的生命得到丰富。但愿恳求圣神不断丰富阮的心智，然后互阮有一粒热切的心，行离开这个教会，进入伫阮的家庭，进入伫阮工作的所在，进入伫这个社会。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亮光甲愿望。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毋是白白的活。是为着见证荣耀，安尼阮的生命活得才有意义。但阮用今仔日，阮的侍奉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
无论伫看会到、看袂到的所在，阮所做的工，天父，阮的主啊，甲阮三个同在，坚固阮所做的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咱用欢喜的心三甲来领受今仔日的敬拜，也手正团伫咱今仔日的敬拜中间，多谢。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学乐耶和华。因为伊的大能和乐意，又因为伊的眼光和乐意，又因为伊的主爱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咱着来和乐耶和华，你的圣所和乐意，咱着爱和乐耶和华，你的强壮和乐意，就因为伊的大能和乐意，就因为伊的眼光和乐意，就因为伊的主爱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咱着爱学乐耶和华，伫圣所学乐意，伫穹苍学乐意，受造万米拢着来学乐意，且受造万米就是你甲我，总起你。咱要三甲来请安，三甲来问好，三甲来学乐意的阳光，咱做伙来请安。平安。咱要伫圣所学乐意，咱要伫穹苍学乐意，因为伊的大权力，咱要学乐意；因为伊的阳光，咱要学乐意；因为伊的慈爱，咱要学乐意。受造万米，拢着来学乐意。咱要三甲来学乐耶和华。咱着爱和乐耶和华，你的圣所和乐意。咱着爱和乐耶和华，你的强壮和乐意。就因为伊的大能和乐意，就因为伊的眼光和乐意，就因为伊的主爱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咱着爱学乐耶和华，咱着爱和乐耶和华，你的圣所和乐意。咱着爱和乐耶和华，你的强壮和乐意。就因为伊的大能和乐意，就因为伊的眼光和乐意。伊的主爱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就因为伊的大力，就因为伊的大能和乐意，就因为伊的眼光和乐意，就因为伊的主爱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受这万民拢着来和乐意。请坐。伫顶礼拜的教会公报，有一篇文章安尼写，伊讲有一个附近人骑机车伫路面，挡红灯的时阵呢，边仔有一个少年的出声对伊讲：“阿姨，祝福你有快乐的一天。”附近人踹一跳，心内想讲：啊，这个人我都无熟悉啊啦。
月头详细来看卖，原来是送披萨的青年。负责人就问伊讲：啊，恁公司即摆拢叫恁伫路面爱安尼讲，生意才会较好，是无？少年囡仔连忙应讲：哦，毋是，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圣经教示我，着去疼人，着去祝福人，毋管熟悉还是无熟悉。熟悉人请安问好，真自然；疼咱所疼的人，真简单。啊，咱敢有法度去疼咱的对tượng？敢有法度好款待青云人？今仔日的圣经在安尼讲：恁若疼遐个疼恁的，有啥物恩惠？恁若好款待遐个好款待恁的，有啥物恩惠？因为歹人也是安尼行。求上帝帮助咱有怜悯的心，求上帝帮助咱有开阔的心，求上帝听咱的祈祷。咱要做伙来唱《听我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赞。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主听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福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互我看见家己目睭内的影仔叉。你的双手扶持我，赏赐我，互我有怜悯，好款待所有的人。愿你甲阮同在，做你得胜的器具，互这个世界充满你的听。咱个连续来唱2遍，听我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赞。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主听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赞。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主听充满世界。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
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从我世界。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礼拜，保护我无一起他，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从我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阮的祈祷，愿恁甲阮同在，阮的心靠无你，求你充满阮，即时充满阮。我心灵真渴望，主的灵充满我，我心灵切切恳求你，我心灵真渴望，主的灵。充满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心灵真渴望，我心灵真渴望，主的灵充满我，我心灵切切恳求你。我心灵切切恳求你。我心灵真渴望，我心灵真渴望，主的灵充满我，充满我心灵切切恳求你。邀请遐姐将目睭开开，咱来唱最后一遍，用你的心来唱。我心灵真渴望，我心灵真渴望。主啊，你的灵要充满我，充满我，我心灵切切恳求心你。灵切切恳求你。求你帮助阮，互阮真做一个去听人、去祝福人的人。我心灵真渴望，主的灵充满我，我心灵切切恳求你。会众请起立。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上帝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咱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赞。这时，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灵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请咱永远徛伫同心额头来祈祷。满有疼痛甲怜悯的爸上帝，当阮自责的时，阮的嘴、阮的心会大声讲哈利路亚，俄罗主，因为阮知，阮的每一口气、每一个心跳，拢是满有你水的旨意。感谢你为阮降落雨水，互孤大的地得到稳定、重新有新的生命。也恳求你伫这时阵，用你的话语，互圣神感动阮的心，互阮的心放软。互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互阮得到活命的水泉。用你的话引带阮行人生的路，合你的旨意，活出属天的价值。虽然有时伫阮的生活中间，阮会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地一样，受到侪侪苦痛、无公平、无正义的对待，总是帮助阮时时抬头仰望你，也时时额头来恳求你。求你的慈爱踮伫阮的中间，带阮离开一切试探，免得阮得罪你。你怎样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也恳求你安尼为阮分开阮生命中所拄着一切难题，也互阮着时时算效你的恩典。无论是日头也是暗暝，独独信靠你，学罗你，也明白你伫阮生命中的所有计划。带着你的疼甲力量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伫基督中，我们少年，阮中间身体有病痛、软弱、衰微的兄弟姊妹，也要纪念阮中间心神失志、悲伤、野神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甲因同在，互因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安慰，也得到医治。恭敬，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全人献上，愿被上帝甘纳祝福，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今仔日咱所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51篇，也是耶利米书第17章。启用文第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困难。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全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现在。咱请手唱团。
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要看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的圣经节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到第5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个恁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丸样，也无想你目睭内的影茶。要怎样甲你的兄弟讲？你目睭内的草丸样，互我甲你提起来。也你目睭内竟然有影茶啊！第5节，假好的人啊，大先提起你目睭内的影茶，才会明明看见，通提起兄弟目睭内的草丸样。第2位的圣经节，咱所要看的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31节到36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恁爱人怎样款待恁，也着安尼款待人。恁若疼遐个疼恁个，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也是疼遐个疼因的人。第33节，恁若好款待遐个好款待恁个，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也是安尼行。恁若照遐个有通五毛以行的，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也照歹人，爱因照少爷来行。第35节，若是恁着疼恁的对敌，好款待因，照人也无绝望，恁的报赏就大。佮恁要做至悬的会惊离，因为伊好款待忘恩甲歹的人。第36节，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金句朗读，今仔日咱所要读的经节是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第36节，咱三个做伙来读。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咱搁读一解，路加福音第6章36节。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这是赞美，献歌对所要赞美的诗歌是：主啊，请你对天照光我。
讲道今仔日王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性格学、负面性格甲正面性格。兄弟大家平安。咱常常伫咧讲一样米饲百样人，逐个人拢咧伫咧食一款的米。当然，即摆台湾的米足济但是米咱安尼食，逐个人所饲起来的人，逐个人的性格无共款，心所想的拢无共款。爸母边仔伫咧饲一堆囡仔，逐个人大汉，个性无共，对爸母的态度拢无共。但咱伫咧行即个人生，认为你敢若有一世，你敢若有一摆会当行完即条人生的路，你无阁有第二摆。咱咧外口的社会讲我若迄个后世人，我后世人，我甲你讲，基督徒敢有后世人？无，基督徒无迄个轮回观。所以基督徒，你好好会当活，干那即世人尔。即世人你安怎样活，定着你未来到伫上帝面前，你到底你要对倒位去？所以即世人 only one life， 无安怎样行完你人生的路。那一样米饲百样人，你有可能诚做各种无共款类型，伫你目睭中真侪无共款的人，你上中间你是一种。但只有足侪无共款的人的中间，性格的中间，有的人对咱是真看落去真伤害，有的人咱看到伊，咱的心内真欢喜，真有安全感。你看伫别人的心目中嘛是共款。我毋知你是安怎样，你伫人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款的人？要诚做上帝的百姓，咱伫读圣经，咱伫咧祈祷，会记得即个圣经完全伫咧帮助咱提升即个人。即个人伫人的面前，伊会当诚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即个人包括你甲我，咱徛伫人的面前，咱徛伫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徛伫人的面前，互人看，互上帝看。但才有一寡，今仔日我敢若分享的是，人有一寡是正面的人，正面性格的人，对人真有鼓励，真有帮助的。但是有一寡人，伊的存在真负面，伊互你的物件真无好。我毋知，当你若伫咧成长的时，你是爱去亲近较光明的、较乐观的，还是你咧拄仔咧成长的时，你去亲近一寡较悲观的、你感觉你爱去若咧成长的人，你爱你的囡仔去接近对一种的人？拄仔伫咧成长中间的人，我要期待你若伫咧努力，互你的人格，互你的品行，互你的生命，也搁伫成长的中间，我期待你会当直去接近较正面性格的人，较乐观性格的人，因为伊会帮助你，伊会启发你真侪人生的正面。那假使你即句你的身边有真侪较悲观的人，互你的消息拢是较负面。我甲你讲，你拄仔咧成长，的时，你接受拢是一寡负面的物件，你的人格怎啊直直叫拖去？圣经伫即个遮真要紧，伫咧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对倒位来？你的心。所以心思意念是一个真要紧。逐日咱伫咧食饭。但是逐日食饭伫咧保持咱的身躯的臃肿，但是逐日咱头脑咱嘛伫咧吸收一寡物件。你咧看的电视，你咧看的册，你咧看的人，你所目睭伫咧吸收的，你的心思意念伫咧想的物件，伊拢会影响你即个人的人格。即今仔日你安怎活？你的今仔日活的内容怎样？迄个久了会变做一个性格出来。专家安尼讲。形成一个人的性格，后遗传呢，总是嘛后来形成的。像咱有法度通去改变，对爸爸妈妈、对咱的祖先迄个 DNA 留落来，咱有法度去改变迄个性格啊无？咱会当去改变咱的 DNA 啊无？会当啊袂当？真侪人甲咱讲袂当，因为山可以安怎？
成不可改。真侪咱的祖先互咱的是讲，你要移山简单，但是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困难，甚至无可能。但是我要甲咱讲的兄弟兄姐啊，咱定定搁伫咧背一节的圣经节。既然人伫基督内面，伊就安怎？正做新创造的人。人若伫基督内面，伊就爱正做新创造的。然后咧，旧的过去啦，旧的拢过去，伫基督内面拢正做新创造的。伫基督内面拢正做新的。安尼对基督的信仰来讲，伫即个上帝面前，人的个性会当改变啊袂？人会当对父母遐留落来的 DNA， 人会当改变，会当超越啊袂？会，绝对会。这是为什么真侪人伫外口过去也无入来教会的时，也未信主，真正也未活入伫基督内面的人，伊的面是忧愁的，伊的人生是黑暗的，是安怎入来到这个遮？已经活50年、70年啊！是安怎过去的人生拢无可能突破，入来到教会领受这个道理了，人生突破。因为伫基督内面，你有可能改变你的 DNA； 伫基督内面，你有可能突破环境留落来过去遐物件。即摆问题是，毋是逐个人拢安尼做，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活出这个功效来，毋是逐个人，因为有人有认真。要互上帝来改变你，有的人也阁是照伊家己。所以基督徒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光存在的所在无黑暗。”耶稣阁讲：“恁嘛是世间的光。”所以基督徒，咱若是世间的光的时，伫你的生命内面都要有光，有光的所在就无黑暗。有光的所在，迄是正面的因带，迄是正面的启发。有光的所在，互人会当看到未来。所以基督徒应该，你的个性应该是一个充满光明。伫基督徒的内面，光甲黑暗是无可能同时存在。真侪人的生命，伊伫活，伊是基督徒，伊伫活，但是活甲抑阁真哀怨，活甲伊讲出来话，互人感觉真无望。但是，迄个，咱咧讲凡事感恩，凡事感恩，真正是一个。若踮伫基督内面的人，你要安怎样好好伫圣神的内面求圣神帮赞，因带想使咱真正咱的人生会当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的下面，凡事咱会当感谢上帝，因为知无论是好，无论是歹，根据好歹，到最后拢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基督徒有这款的信心，咱有可能会当突破。今日这段圣经，甲咱三个来分享。耶稣安尼讲，这是耶稣的话。耶稣讲：“你为什么只有看到兄弟姊妹中间目睭内有草仔油？请问草仔油是偌大？草仔油，草仔油一点点啊。”啥事你看到别人目睭内有迄个草仔油，然后你无看到你家己目睭内有盐茶大量，咱这个大锅茶。别人目睭内，别人的面有一寡什么垃圾啊，我甲你的面太遐垃圾，你遐这无清气，我甲你摕。但是耶稣咧讲，真侪时阵，咱看到别人真简单。咱要看到别人身上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无好势，有啥物无整齐，真简单，无拍算，真侪时阵，你身躯、你的目睭内，毋是干那草油尔，迄个盐茶，大颗的茶，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破起来的所在，你家己看袂到，总是拢专门拢伫咧找别人的问题。耶稣讲，你目睭内有遐大支的盐茶，怎样？甲你的兄弟姊妹讲，用我大声来摕你的目睭的草仔油呢？讲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啊，假冒伪善的人，还是讲假好的人啊，就大声提起你家己，OK， 所以伫这个遮，咱就看见讲，耶稣专门安尼讲，也调出来，这世间有一寡人，有一种的人，伊对别人身上的无好真敏感，
但是对家己身躯的无好，粗枝大叶，不在乎，看袂到，放伊过；对别人放袂过。我想遮有一种的性格的人，那徛伫一个基督徒，咱讲咱要做上帝的百姓行事，这你的性格，你生命的性格要安怎样发展你家己？前有甲咱讲，才有一个人际关系中间真要紧的一句话，这拢是耶稣的话。耶稣讲：恁爱人怎样款待恁，恁也着安怎？安尼去款待人。咱爱人怎样款待咱着大声安尼去款待人。所以这个才有伫咧讲着，咱真侪时阵，咱爱别人对咱好，但是即摆问题是，耶稣咧问的是：你有对人好吗？咱咧别人用真正确的态度，甲咱讲话，对甲咱互动，但是即摆问题是讲，你有用安尼伫咧款待别人吗？用安尼，你有学着即套吗？还是敢若拢伫咧期待别人？耶稣讲，人做人是互相相拄会着。所以咱爱人怎样对咱的时，咱就安尼来对人。所以兄弟，我望，若要好款待。要彼此好款待，请咱对咱厝内的人开始，转去到伫厝，对，互厝内的人一个较好看的笑容。转去伫教会内面，咱逐个人互相伫咧学一套生命水的人格，对倒去学，伫你的工作的所在来学，伫教会来学，因为伫教会内面无人甲你咧稽考，伫教会内面无人甲你有利害关系，咱对遮开始来学。咱用笑容甲人相交陪，咱伸出咱的手甲人相个握手，咱就互相伫即个遮学习一个真水的一个气氛，然后甲即个物件带转去到伫厝，因为咱嘛爱咱的厝，实在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所在。你爱人怎样款待你，然后呢，你也着安尼款待人。耶稣讲袂使干那好款待遐对咱好的人。袂使干那好款待遐对咱好的人，都爱超越行出去，然后有一寡咱对咱好的，咱好款待，咱对遮来学习迄个方法态度，然后了，咱来踏出去，慢慢一寡人对咱无通偌好，咱嘛都爱学用即个方法来对待。毋茫有一日，咱对伊好。伊慢慢会改变，受咱影响，我们慢慢学着即套。为什么？因为上帝好款待所有的人，不管好不管歹。今日我甲咱来参加分享，即个叫7种的人。咱来讲性格，伫性格上有一寡人实在是无通好斗阵。毋茫伫咧讲这时，咱家己原来伫咧看咱家己，毋茫咱毋是中间的一个。甲咱三个来分享7种较歹斗阵的人。第一，战车型的人，看到人就要弄，看到什么物件伊就无爽快，然后就弹出去然后反应真紧，战车型的人。拄着即款的人，拢是伊对，别人拢毋对，所以看别人拢袂好势，然后看到的是一寡物件，伊若无爽快，嘣一下就出去，伊拢无去想到后壁的效果。战车型的人，专门拢伫咧挑剔别人目睭内草油的人。耶稣讲，毋通正做熬论断别人的。论断别人的意思是，熬论断别人是别人讲的话，你无爽快，你就飙出去。别人做的代志，你看了甲你无合你的意思，你就飙出去。这个大炮型、战车型，这款的人，有当时是互身边的人真歹生活，嘛真歹斗阵。第二种的人，情伫活，拢活伫家己的古井，咱讲一句讲是啥物啊？古井水家，活伫家己的古井内面。爱看起来天
但是其实伊的世界，伊的眼光真矮、真细、真保守，伊踏袂出去，然后家己已经形塑即款的个性，然后拢用伊家己看的天，用伊家己看的价值，伫咧论断即个社会论断边啊！啊，你若甲伊一寡看法、经验无共款，伊会甲你挑战。伊会无同意你，然后你咧讲啥，伊就袂接受，因为伊的世界、伊的观念、伊的价值就是安尼，高低水低的人。第三种，情绪型的人，伊的情绪变化无定，伊的情绪互你抓袂着，伊会早起透早到暗，可能是瞬间，你甲伊都好势，等下一句话毋知当时去抓着，嘣一下就起来。情绪真无稳定，然后身边的人定定都爱注意讲，即句伊的情绪好啊歹，即句伊的脚步声是啥物款的脚步声？毋知恁捌去听到人的脚步声，用脚步声来判断即个人即摆气毛质好啊歹无？我甲你讲，一个人的脚步声，特别若是住伫迄个木材的厝内，还是迄个伊。你会当对伊穿前拖仔咧行路，迄个声你会当知影伊即句气毛质好啊歹。情绪，因为当咱咧讲这时，咱讲有可能，这也有一个反面。当咧讲这时，也有一个反面，马上就要去想到一寡反面。有一寡人，伊毋是情绪型的，无论拄着啥物偌大的代志，伊拢真沉着、真稳定，伊能够沉得住气。伊拄着真大的哀伤、真大的打击，伊咧行路的脚步声也阁拢共款，伊的迄个心跳拢也阁共款。那咱敢有可能慢慢来帮助家己伫基督内面调整咱生命的形态？因为情绪若无稳定，你规工生活变化无定。你毋若你家己变化无定，你甲人约的物件念伊无，念伊念伊无，你就知影讲哇，这个人不太稳定。啊，这个会产生显现伫真侪无共款的情况的内面。然后有一寡人真够用伊的脾气、用伊的情绪来控制身边的人，甚至来控制整个的团体，用伊的情绪，用伊的脾气。那这款的个性，甲耶稣今仔日伫咧讲的，毋通诚做熬论断人，毋通诚做互人排斗阵的人。那这第四种，真熬泼冷水的人，你捌拄着这个熬泼冷水的无？这熬泼冷水的，都什么物件来到伊遐？啊，无法度啦，啊，无可能啦。啊！你敢有法度？你无可能啦！别人伊就反正来到伊遐，啥物物件拢是真悲观，真无可能。伊完全互迄个无可能的思想控制，然后定定甲你泼冷水，定定甲你泼冷水。咱感觉毋甘的是有一寡囡仔，有一寡青年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逐摆呢去到爸爸的面前，逐摆去到妈妈的面前，拢叫家己的爸爸、家己的亲生妈妈嫌甲无一块好。伫海外定定会去拄着这样代志，拄移民出去的，一个爸母甲囡仔带出来伫国外，哇！啊，定定去到学校一定爱甲副校长讲话，爱甲老师讲话。啊，逐摆去到老师还是副校长讲话时，定定去拄着老师。哦，你这个囡仔有够敖，哦，你这个囡仔有够认真，你这个囡仔读册的精神。啊，爸母拢感觉。我的囡仔都有够含慢，啊有够贫惰，有够被动，啊都这也袂晓，迄也袂晓，考试才60分尔，才70分尔，啊老师学落甲逐项拢好，迄个落差有够大。你看见讲奇怪，咱家己的囡仔有当时考到80分啊、90分啊，也阁转去了爸母骂，然后面对个西方的老师，你只要伊若看到你有咧认真，有咧学，有咧进步，只要你有进步，然后你学习有咧集中精神伫咧学，迄个老师就欢喜甲直直甲你鼓励，直直甲你鼓励，直直甲你鼓励。考到85分啊，
95分啊，家己的父母也咧嫌，老师是学落甲讲，哇，恁这个囡仔再来遮安尼，半年一年尔，有够熬，有够认真，有够好，你的囡仔有够优秀。迄个真侪时阵，嫌拢是泼冷水，拢伫家己的厝内来开始。真侪囡仔，父母伫家己的厝内，互人讲甲无一倒好，出来到外口，正人学落甲，讲你饲着即个囝有够好，对阮遮阮有够爱伊。所以，认为咱要安怎样真正小可做一寡调整，小可做一寡调整，要安怎样，互咱做一个基督徒，真正对逐个人身躯拢有真侪毛病，拢有真侪无完善。但是伫咱遮开始，只要你有一寡好，我要直直学乐，直直肯定，直直鼓励你的好。迄个无好的所在。当身边的人若甲肯定学乐的时，迄个无好的所在，家己会直直修剪，家己会直直修剪。第五种歹斗阵的人，专门拢伫咧收人的本色，专门拢伫咧收人的本色。即个人安怎，迄个人安怎，凊彩今仔日讲一句话，然后当时佫做一样啥物代志，拢是伫咧捡别人无好的所在，捡去一大堆。然后咧讲的是，拢伫咧讲即个人偌歹，迄个人偌歹，有太侪资料伫咧讲遮。然后别人对伊偌侪好，伊拢袂记了。父母安怎样对伊牺牲付出，伊拢毋捌咧讲。但是父母若多一个，当时对伊无好势，互伊无爽快，伊就直直咧纪念，定伫咧讲起父母安怎样歹。我甲你讲，不孝囝拢出伫即落型的。不孝囝定定拢绝对拢无伫咧讲起父母怎样一世人安怎样陪伴，安怎样付出，安怎样辛苦，为着伊安怎。不孝囝定定拢捡着老爸老母一项两项代志了，然后伊就甲伊大冤，就讲伊安怎偌歹。收一本色的人，你知影讲，若专门拢伫咧收本色的人吼，即类型的人，你嫌较贵咧，好毋好？因为规身躯拢臭光光。规身躯拢臭光，你知影粪扫车若来，规个粪扫车臭光光，共款才有一类型的人，伊专门拢伫咧收别人，拢伫目睭拢咧看别人的臭仔油，收规大堆别人的臭仔油，然后伊规身躯伊拢无快乐。啊，要安怎样通过伫基督的内面，咱三甲来，才有一类型的人叫做自私自利型的人，逐项拢敢若想着家己。逐项拢敢若想着家己，伊无论创啥，拢先顾家己顾好。伊有咧想别人无？袂晓，伊袂晓想别人。伊会晓想迄个整体，顾整体啊无，袂晓顾整体。伊拢想着的是我。也有一种的，即款的人也佫表现伫一项。若咧食饭的时，若咱逐个人斗阵咧食饭的时，拢大声着一个，家己碗着摕起来。然后摕客咧，然后念伊就偷偷啊，佫撒一个，佫直直对，就佫直直落，拢干那去想着家己好，家己买，然后后壁有人通食啊无，也其他的人拢伫咧无用，毋知有够啊无，伊拢无咧想遐，顾家己。我讲的自私自利型的人，敢若顾家己的人，咱佫倒转来看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啥？完全舍己，完全看无家己，完全拍破家己，完全拢伫咧想的是别人。比较自私的性格的人，无论去到倒位，拢伫咧消费型人格，去倒位好，倒位有通摕，然后去就是去摕，去享受，然后要叫伊付出，消费型，因为我毋知影你伫永福教会，我毋知影你信主偌久，你伫永福教会几十档，伫永福教会你是一个消费型的，还是一个付出型的？我想这个拢是一个真要紧，检讨咱家己伫一个团体的内面，对即种歹斗阵的人，较无贡献的人，有喙无手的人。讲真多，但是手真多，真少咧叮当。耶稣到尾啊，伫
伫马太23章，当啊伫咧责备遐个法利赛人，恁拢敢若出一支喙，恁的砖头啊连当一个恁都毋肯，就是咧讲即款的人。无论到处拢当啊伫咧扣耶稣、掠耶稣的把柄，但是伫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国度的内面，恁一点啊，恁都无要做，无要投入，无要同工。那有影，伫耶稣的时代，若遮法利赛人、经学士，遮祭司咧，遮若拢会当甲耶稣三甲同工，伫耶稣的时代，毋知当形成偌大的事工甲影响。那耶稣伫咧教示咱因祈祷讲：爸啊，恳求你，毋通互阮入伫试，求你毋通互阮入伫即个试探，求你毋通互阮无形中的无形的中间，阮的人生、阮的年岁直直增加，然后阮的性格直直行对拄则讲的即7项入去。那遮也阁有，伫咧讲着毋通，甲好的面等落狗。若袂活倒转来家己，毋通甲珍珠等落滴，行了伊，毋知迄个珍珠的宝贝。你将珍珠摕互滴，毋知无珍惜，毋知迄宝贝，甲遐个珍珠当啊打，当啊放屎，当啊吞，毋通甲好面互狗。但即个照我的领受是，第一耶稣讲，为什么看见恁兄弟姊妹中间？迄个草仔油，无看到伊家己目睭内有迄个银茶、大果茶。遮伫耶稣伫咧提醒咱讲，凡事对咱家己开始。耶稣基督的学生啊，凡事对咱家己来反省来开始，大声看调整咱家己，调整恳求上帝帮咱修正我，为着上帝国，为着福音的传播，为着互我会当。亲像拄则师傅咧讲，生命影响生命，我有好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时，上帝啊，我将我即个旧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愿你修正我，互我无入伫迄个拄则讲的迄个7项的试探的内面，修正我，互我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另外一种的人格，大声对付家己，然后过来咧，我若有迄个好了后。用阮我来提起你，心肠无好的面。我已经伫即个方面修正好势啊，努力啦。然后我用真和蔼、真谦和的态度，要来帮助我身边的人，原来互伊较好势。所以，迄是一个耶稣讲温柔的人、谦和的人，用安尼来提起来帮忙身边的人。第三，毋通甲好面。互啥物食？狗食，毋通将珍珠等落滴。意思是，有一寡人，你对伊真好，你直直想要安怎样帮忙，但是伊伫即个时间点，伊伫即个阶段，伊的人生即个阶段，伊根本都无迄个需要，伊无迄个自觉，所以你若对伊好，若要对伊要甲调整啥物，若要甲靠近啥，伊对你若反弹。所以，伫迄个阶段的时，请你毋通接近伊。即句可能伊的生命对你真刺猬，拢是刺猬，伊对你，还是讲伊即个阶段的人生，人的生命是一个阶段。伫即个阶段，伊若也无要吸收啥物好的时，恁歹直直当要将好互人。所以，刘兄弟，当你若有热心伫咧传福音的时，请你往那共款。毋但要杀着真无人，就要叫人安尼认罪悔改，要真决志。你若哪敢要求人哪对基督徒反弹，愿意拄我伫遮，因为他的生命的阶段伫即个时也无好势，伊即个时也未到遐，毋通将好面，毋通将珍珠互滴，若无伊若无感谢，活倒转来伊会吞答。但后壁咱要讲一寡基督徒，咱毋望咱会当有一寡新的较正面。但是迄个正面的性格，除了咱家己要有迄个意愿，家己有迄个态度真要紧以外，其实咱要靠咱家己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要靠咱家己的修养。东方的哲学拢伫咧讲修养。
修身养性，这是当然的铁啊，但是无可能。你看伫华人全世界的迄个唐人街，全世界的中国城，全世界差不多是迄个都市内面上垃圾的所在。唐人街，为什么？你看见讲华人上要紧，拢伫咧讲修身养性，但是要靠人的修养是无可能摕掉一寡遐负面，歹就是歹。要干那要叫伊讲，莫随便，不要随便乱吐痰。你去到中国逐所在，就痰飞到规涂骹。所以修养无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性。那这个遮咧讲的是，恁着要学恁天父，着要学天顶的老爸，你才有法度超越。所以伫这个才有一个上帝的疼。咱的信仰在咧报咱知影讲有一个上帝的疼。你若无学上帝，无对十字架耶稣来学，你无可能突破。所以基督徒一个真要紧，伫就面对上帝的国，来到伫上帝面前，人啊，你着谦卑；人啊，你着准备家己，着爱悔改认罪，讲爸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无完整的人。啊，恳求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互我有顶头生的机会。我愿意，我愿意。迄个认罪悔改的意思是，我欢喜徛伫上帝面前，我欢喜认我家己的软弱软弱，我是一个无法度的人，无法度过我家己。所以伫即个遮来讲，就是讲，咱的时间嘛有限，咱要安怎样甲伫有限的内面，甲即个好消息报互人？那抑阁有一寡人，伊心无变，咱无法度通甲迄个时间刻伫遐。但是咱去敲车伫咱的身边的中间有一寡人，伊准备好啊，伊较软弱，伊有心想要追求。那安尼，咱甲咱有限的时间刻伫遐，才有几个性格，温柔型的人。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土地。温柔的人因会当得到别人的喜爱，温柔的人因会当得到别人的心肝底啊。温柔的人会当得到正人的心，所以温柔的人，这个温柔的性格，耶稣讲，恁倒来学我，因为我的心内温柔谦卑。耶稣呢是一个大牧者，好牧者要照顾身边所有的羊群，包括遐受伤的羊群。伊本身是一个好牧者，伊是一个温柔的性格的人。所以咱若要成做一个互人，因为咱得到福气，使人因我们福，这个真要紧。咱都要慢慢，不管你的性格，不管你的思想，不管你的人生什么款的方向，什么款的价值，拢无要紧。将局转来，这个才有几项。你的性格上爱是一个温柔型的，温和谦卑，然后你会当得到别人，把你的温和的表达方式，别人嘛较会当接受。莫气压，反而是反作用。然后第二项，听甲包容。耶稣伫路加遐伫咧讲，恁着仁慈，亲像恁的爸仁慈；恁着慈悲，亲像爸慈悲。因为慈悲的上帝，伊对人疼，然后这个慈悲的上帝，亲像迄个浪子回头迄个老爸，虽然囝伫遐发生足侪代志，到最后迄个老爸也阁用听甲包容，无甲这个囝，无甲这个背叛的囝计较。第三，伫上帝内面，一个真水的人格，真正面的人格，背叛。耶稣用伊的一生去背叛遐个痴迷的、摆卡的、孤儿、寡妇、出代志的人。耶稣对遐一个背叛。耶稣无离开所有遮个需要的人群，任何一个人来表明，伊需要上帝，伊需要疼，伊需要救赎。耶稣无食无眠无日，就是陪伴遮个人。
所以迄个陪伴陪伴，阮望伫咱的教会会当有更较侪人伫你身边，你无法度行到前面，至少你身边有一寡人，你会当徛起来。咱教会有一寡拄则咧祈祷咧讲有年老的，有一寡灵性倒退，有一寡家庭失落的，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对这个遮来开始学习。要安怎离开拄则迄7种的歹，然后慢慢伫咧学习，才有一寡好的正面的人格，咱直咧培养出来。第4种好的人格，亲像天父的人格，是宽容甲等待。我毋知影到即句为止，偌侪人对你有真侪无应该伫你的身上做足侪无应该的代志。我要恳求上帝帮助圣神感化你。我不管什么人伫你的身上做偌侪伤害、偌侪无应该，奉主的名你宽赦伊，奉主的名你赦免伊，因为当你真正亲像耶稣十字架顶迄个碑啊，赦免伊，因为因所做伊毋知。只要你若定定会当对遮个人讲出即个祈祷，第一得到头帮甲帮助的是你家己，因为你的心内无搁背别人的歹。啥事别人做歹，是你家己咧受苦。别人一句讲毋对的话，做一件真无应该的代志，伊做。伊讲竟然是你家己担一世人的苦，咱无爱做迄款的愚妄的人。奉主的名，切断弹开，主啊，我甲遮个刻伫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无爱阁受遮个困扰，我要伫真理的内面，我要得到自由啦。所以会当宽赦人，然后听候对方慢慢啊成熟、成熟长大。伊有一日伊会晓悟，即个某人我对伊歹。昨有一个人三甲伫咧互动的中间讲一句话，牧师你拄来到伫中华的时，我对你讲话足无客气，无论你讲啥，你的思想观念拢甲别人无共款，足奇怪。我直直定甲你挑战，即马慢慢甲你斗阵了，发觉你是言行一致的人。虽然真侪观念阁无共款，但是伊讲我对你足敬佩。我的意思是，不管别人怎样，你的个性安怎，你的价值观拢无要紧。即马问题是，逐个人努力一项，咱的性命伫上帝面前，咱就只要直直对上帝负责任，然后咱对咱的身边的人有疼、有宽容、有包容、有等待，有时你会看到遮个人。伊一个，伊会受你无形中的影响。第5种，亲像天父的仁慈的类型，天父上帝有舍己救人的性格，伊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迄个赏赐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囝所疼的囝赏赐世间的意思是，将伊家己所疼的囝拆离。咱讲囝儿是爸母，特别是老母心肝的一块肉，将迄个囝甲拆离，对于家己的身躯一块肉拆离，为着要互别人得到好处。所以迄是牺牲家己为着救人，牺牲家己为着帮忙别人。迄个牺牲，该有当时要调整你的时间，来调整你，爱付出你的一寡物件，你爱付出。拄则讲，有一种的人是消费型，干那要共摕。伫基督内面的新生命，毋是干那直直的。我会当，咱看到咱的秋情团感谢主是，原本咱欠人，即马有加一个礼拜，加2个礼拜，加3个礼拜，有人加入来了后，即个秋情团人就满起来。真侪时阵，你若干徛伫遐咧听，当仔咧今仔来讲到遐歹，其实足侪骹手无够，真侪人一个人爱顾几若支，骹手无够，练了都袂好势。然后较侪人有人参与入来，逐个人咧讲到清神，然后佫会当继续好。所以这个才咧讲到，你若看到道义无好，你毋是干那当仔咧看，不要成为局外人，你努力打出来，因为加一个人打出来遐。个人就继续水，
继续简单轻巧。然后咱有可能诚做即款的，牺牲我个人的看电视、连续剧的时间，牺牲我个人的一寡什么物件，然后我主动参与，然后迄个因为我的参与，迄个价值搁较显明。第六种，亲像天白人的仁慈，遐是无我的情绪，只有尊叹上帝旨意的个性。你会当看伊对即点，你会当看到耶稣伫十字架顶。伫克西马宁白下那会当，甲即个不可悲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照啥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伫面对迄个十字架可悲，伊也阁讲无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无家己，无我，然后独独一心一意干那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上帝要安怎样？所以最后一个是讲要安怎一心一意伫咧追求上帝国落实。你安尼想，我安尼想，咱逐个人安尼想，上帝的国会伫咱的中间继续圆满。但只有两条路，只有两条路。一个是人格直直行对负面的路去，一个是人格直直行对正面。我甲咱讲，亲爱兄弟，年纪拿大，你会拿定型。当你年纪直直大的时，你开始伫20岁、40岁。你若负面的，你已经负面的，才咧行啦。现在你若是一个较负面的性格啦，我甲你讲，你到70岁、80岁，你是直直行对遐去。除非有一日真正会当真正放落家己伫上帝面前讲，爸啊，我完全放弃我家己，我要定头生伫基督内面，我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当时你若安尼是才有可能对即边搁刷过来即边。若无，我是期待照两条路，你我咱三个学习，咱随着我每一年上帝互咱的机会，咱拢伫即个遮伫咧调整咱家己，一条水的路来行。我来请问，才有一段圣经节，马太5章48节遮讲，恁着完全亲像恁的爸完全。恁着完全亲像恁的爸完全。路加6章36节，这一句话讲：恁着仁慈，亲像恁的爸仁慈。请问仁慈较简单，还是完全较简单？那这两句要互你选一句，你个人你会摕到一句？你会选择仁慈的野手？就是啊，你会选择上帝啊！我要成做一个完全的人，我要成做完全的人，亲像你完全一般，你会选择完全的请你野手？敢若笑，无人敢啊！亲爱兄弟，耶稣道成肉身，成做人。耶稣知影你甲我，咱是土的器具。你毋通小想，你要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你原来爱温存家己，有软正软弱、犯罪、犯过失的空间。你嘛爱容忍别人有无完全犯错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错误当中成长。我安尼讲对不对？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还在犯错当中，包括保罗嘛也伫咧讲。靠啊！我会做人，我所爱的我袂当去做，我所无爱的，我却常常都安尼走出来。所以，伫你会祈祷的中间，你毋免祈祷上帝讲：爸啊，我恳求你，我会当成做完全的人，还是定定发觉家己错误啦？你着家己亲像古早的迄个中世纪遐修道士拍家己，用迄个鞭拍家己，拍甲忝，拍甲规身躯流血，毋免。上帝慈悲，上帝怜悯，咱干那恳求上帝，伫咱无完全的人生、无完全的人格中间，干那努力一项，学天父的仁慈，慈悲对家己，慈悲对身边的人，互咱拢伫听的内面，互相伫包容的中间，咱直直咧成长，然后互咱直直真正会当活出一个，因为咱要往正面，咱要往光明遐行。
真理，咱绝对会变较好。愿上帝听咱的祈祷，可是上甲来祈祷。愿爸找圣神点伫阮，互阮一年直过。圣神真正互阮会当结出一粒搁一粒水的果子，荣耀上帝利益人，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第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就是请人动心来奉献。
非常请起立因奉献的时光。请坐，请牧师介绍甲报告。真欢喜，咱今仔日有一个久长已经差不多是半年久来参加咱周间金陵活动的社区的朋友金莲姐，金莲姐你伫倒位？金莲姐伫倒位？来去好，给伫遐，来徛起来，我看一下来。好，你坐咧倒，你伫遐倒，你伫遐倒，呀，金莲姐，过去真多谢你，好，多谢，真多谢。伊迄个过去是伫中中我的学校服务吼，即摆已经食老退休，拄啊伫遮，即段时间来参加咱教会这个相连。足欢喜，得到真侪朋友伊个生活方式嘛，拢改变，咱真欢喜。秘书拄拄用一段时间陪伊个先生郑文良结束人生的路，会再去带伊的公主侍奉来徛起来，互阮看一下好无？秘书甲侍奉。大查某囝今仔来上班无来吼。阮望咱拜六过来拜六，咱要伫遮举行迄个郑文良兄的告别式，若会当的时，请咱逐个人参加，表示咱是一家人。那敢若即个过身，即个文良伊的阿公。都已经信主啊，对无？是毋是三道长老？伊若到伊遮到侍奉人第5代是无侍奉？是吼，到你已经第5代啊吼。我甲你讲，即个家庭第5代基督徒，但是文良兄佮已经久无来做礼拜。顶礼拜咱伫咧讲着上帝互伊外邦人无信主的入来了后，再佮互即个家庭再佮。甲上帝佮连斗阵，秘书是即个故事的 copy 的翻版。咱甲秘书拍一个扑仔咧，好毋好？徛起来。你有看到伫秘书的身边？秘书迄个顶礼拜死了先生，即摆陪伫伊身边的是苏冕、淑美姐。淑美姐无久早死了先生。死了先生的人，即摆伫咧陪拄死了先生的人，因为这个就是咱的性命，真正咱的性命，咱毋望有人徛出来，然后有真侪人会当得到足大的安慰。听候咱拜六好好甲文良兄送走了后，一段时过来，你会看到秘书，原来伫囝儿查某囝的支持下面，秘书原来伫咱的中间做真水的工，祈祷。通过听别人服务别人，你家己会得到医治，你家己的生命嘛丰富起来。OK， 毋知你还佫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无 ？OK， 好我就拄仔想到，原来互咱知后礼拜17礼拜3礼拜4，咱有要去台中迄个应交应顺。因到遐渡五上，即马原来这样代志，互咱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快速报告几样事本会消息。礼拜后，咱随要调开迄个60周年筹备会，
请咱每一个人，甲这60周年4月14，这个60周年的事刻伫咱的心内哦吼。所以等下伫7楼咱第3次的迄个筹备会请遮个有关的人参会。然后下晡1点要开中级会，请所有中级出席。事会训练伫3月14到3月28，请新旧任的中级踊跃参加。3月15就是拜五，蔡牧堂牧师的生日讲座，请拜托遮尔好的讲师来到伫咱遮，为着家己的灵性来进修吼。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迄个40周年60周年，咱4月14。咱有要请家庭，还是个迄个音乐桥，请各团客踊跃报名，然后咱要去餐厅吼。一个人分500块，你交200块就会使。你嘛会当请你的朋友，你请伊吼，你甲报名，然后另外300块教会会替咱付。若要摕迄个旧年丰原证明的，请甲办公室摕。过来拜三，祈祷查经会。过来拜3祈祷查经会，请特别请中级所有兄弟，若会当欢迎你来哦。生命小组已经咧开始吼。文良兄拄则有讲过，文良兄伊伫过来拜6的个别式9点20邀请咱参加。玉人姚玉人兄，你拄则 OK， 玉人兄就伫遮。伊人兄的妈妈昨日早起，上帝我若互伊安息啦。大概即马第23嘛吼 ，OK。所以咱过来拜6是为着文良，过的拜6为着如仁兄的妈妈。所以请咱大家伫祈祷中间互相安慰，互相陪伴，行完即条神圣人生的路。亲密团契，即亲密团契15有特别的简春兰老师的演讲，请咱鼓励，特别鼓励一寡教会内、教会外的人带因来参加。后礼拜咱就要开始圣学院，圣学院即摆要读的是迄个创世纪，一本真出名的迄个神学者所写的一本册。这本册450块，请咱伫办公室。订买读，然后第一摆咱会读到30页，所以转去家己请咱读哦吼。那圣经学院报名上课是200块。因此过来，因此拜6下晡拜6暗，伫台中国家歌剧院有一个迄个演出，请我若带，这是一个真水迄个音乐的传福音的工。若会当的时，带你的朋友去。咱的所中团伫咧招生，弦乐团也伫咧招生。咱迄个金陵协会有真侪囡仔的小朋友，也佫需要一寡义工。请咱家己看，若会当的时，你来陪读，甲遮个会外的小朋友讲圣经故事。所以你若会当的时，请你来，甲遮个真正用听来陪伴。遮个小朋友，你毋免走到真远做义工，你嘛毋免走到真远传福音。咱教会遮就已经有真侪人需要福音，真渴慕，所以若会当的时，请你拨时间吼。咱遮有长辈的事工伫遮，请咱为着遮个长辈来祈祷。咱的协会伫各方面会当发展真好势。伫台岛的中间有真侪教会事工，台岛的中间我若请咱注意一项。请为着中国的基督徒祈祷，因为即摆受到真大的迫害，教会受拆、受价、受弹伫涂骹，到处咧吞踏。毋是干那基督徒，其他的宗教徒嘛，拢共款。人，上帝所疼惜的人，无应该安尼受吞踏。伫祈祷的中间，咱望每一个国家拢会当真好势。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三甲过来因圣诗522首，仁爱是高宽容，各有慈悲；仁爱是高宽容，各有慈悲；仁爱是无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快生气，
袂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凡事吞忍，真爱永远袂无去。请咱起立吟全首。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仁爱是永远久长的事，这世间所有的代志拢会过去，只有听袂无去。恁是上帝手中听的种子，担着受册对遮出去，到伫逐所在恁去的所在，伫遐野落听的种子，听的诚侪听的使者。互侪侪惊吓踮伫黑暗中的人，因为恁看见有光出现。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保守你的手所做的工，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请坐，灭倒。愿上帝的神安慰受苦、悲伤的；愿上帝的神坚固，用疼心伫咧做服务的人。